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9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昨伫行政院会报告进口两个检讨作为，伊讲到现有的库存未阁上市，会调去做加工品。另外，之后若要阁进口鸡卵，会直接为国外进口贵压的，卖伫国内生产。进口鸡卵低温温上保存，到国内生产场处理了后，常温上架。这个台农卵品公司，甲期限漂了唔对去，引起风波。加上外界质疑进口卵冷链断链，影响保存的期限。早起农业部伫行政院会提出精进作为，未来若是阁有欠代扣的卵，就袂阁透过国内生产，是直接为外国进口原装贵压的卵，专停冷链。那如果说直接从国外到进来，这样的话可能先暂时能够消弭我们的社会大众的一些疑虑。但是相对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它的价格的成本会变高。农业部表示，卵的数量欠5%的时阵，会先启动调度，甲国内加工用的卵调予消费者使用。若到10%，就会启动进口。目前库存进口代扣的卵未阁上市，会以调度予加工为主。也若争议较大液体卵，伫台中有业者因为听畜产会指示，甲进口卵过制作，制作冷冻杀菌的液体卵，却是标示国产的。从以上检调侦办，针对这点，农业部甲畜产会是拢出来回息的，造成社会疑虑，中央需求会对此呢向社会大众致歉。这次督导不周，造成社会上有些疑虑，我们深感不安，也觉得很抱歉。这批标示唔对的液体卵，畜产会强调讲，拢伫有效期限内，并无流入市面。不过，云林县卫生局也是伫物流公司发现相关的制品。驿站的部分质疑很大，那我们也有查到2个地方就是储藏驿站的部分头一届大量专案进口鸡卵，农业部认为政策有效益，不过这片的层面有疏忽，需要改进。就算几届出来背回讲，无过期的进口卵并无是安的问题，不过民众的疑虑甲惊吓，要是互进口卵负面的形象，一时之间真难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桃园市府稽查进口鸡卵，捌查到一间为事接的食品公司2间，这间公司拢讲无用进口卵，尾仔才甲卫生局通报有进78000粒巴西卵，因为厂商闪追查无老实，卫生局要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3万到300万。桃园市政府表示，为事接公司进78000粒巴西卵，接受冠军公司的委托，生产冠军生酸卵。配送去桃园的全联福利中心，全部的卵效期标示拢有问题，依法要罚4万到400万。目前这批产品已经落地。针对进口卵的争议，食药署昨暝说明，辅导业者各有市面稽查的进度。到昨为止，已经辅导12间生产业者，各有13间物流业者。伊嘛有抽查23件卵接产品的标示，拢符合食安法的规定。对于液氮工厂的辅导，食药署的稽查人员已经访查了18家，其中17家制程及作业环境都符合食安法 GHP 的准则，另外有1家因为环境的问题不符合 GHP 规定，已经开立限改单。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拢会较会落阵雨，咱来看分图。今仔日明仔载吹东北风，不过水汽无遐济，嘛无冷空气，所以全台湾各地头大部分要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敢若大台北地区、东半部甲马祖水汽较高，较会落雨。另外，各地过道嘛要注意西北风，尤其是中南部甲山区雨会落较粗。温度方面，透早较秋晴，低温是24度到26度；若日是较翕较热，高温有31度到34度。早暗的温差较大，提醒乡亲都爱加脱件衫。来看台北大地的厝，因为基台建设的工程有问题，害人规栋落落去。即马景观处宣布要强制拆除。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目前这栋厝搁咧继续起是危险的建筑物。
安那预防是设立的住户，安置的期限就到今仔日尔。真侪人都希望会使延长。安那基泰建设表示，若准需要继续住旅馆，会负责收费。工程人员将路面的沉陷点所来都用水准仪去测，大地公寓跌落去的案件，20暗时，佫传出佫一摆发生基地放落去的事件，互居民着生惊。监管处继续伫现场监测。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大地25号跌落去的厝，逐工佫在厝6%，目前拢佫是危楼。代表说地层或者建物是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如果有大地震来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影响或者会再度坍塌，怎么样子是不能够预测的。地质和结构拢无稳定，专家建议讲爱较紧拆除，一透早有住户到现场来关心状况，一讲到工园就想要好。兵荒马乱之际，我们还是希望逐户搬的时候，我们希望进去再看一下，马上立即拆，会有点不舍。目前观测结果是没有明显在做变化，属于稳定的状态。那我们预计在这些东西搬完以后，在25号开始会执行强制拆除。其他建设造成这个厝跌落去，有方性体力的住户反映讲，厝内是闭的闭，喙的喙，甚至有大石头会对厝顶落倒来，唔敢登去厝。但是9月20日就是安大的期限，希望会当延长。台北市政府如果认为还有必要要让住户继续去住旅馆的需要的时候，基泰这边是同意说由台北市政府直接动拨基泰提拨到专户里面的1亿元的款项来支付旅馆的费用。基泰讲会继续强力监督营造厂的人员完成人顺修理的工作，另外无法度搬出来装潢动产的部分，消保官评估每1户赔50万。至于暗时嘛会办损害赔偿的说明会，到时基泰建设嘛会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通过囤房税2点控的修正草案，甲毋是家己住的厝为现有的管市规划。明年7月开始要改做全台为规划，本地扣的税率是1.5%，嘛会调悬到4.8%。而且地方政府的税率嘛为自由改做强制定定。囤房税2点控伫行政院议会正式通过，也毋过外界关注，目前全台只有10个县市有定差别税率，也有10个县市还未定。未来新制上路，万一有县市无底新制，要安怎办呢？只能定得比我重，不可以定得比我轻。如果定得比我轻，所导致的税收损失，中央不会补的。但如果你不定，我就强制他明年7月1号开始，全部按财政部的模组来课税。根据了解，即摆的囤房税2点控有几大改革方向，包括规划方式，为即摆的县市改做全国规划，互4月有厝的人无所在通比。非自住房屋税率会为上加 1.5% 调悬到上悬 4.8%， 地方政府的法定税率也为过去自由定定改做强制必须定定。若是单一自住税率是调降到 1%， 另外若计相处地的非自住房屋税率也有调降。毋茫鼓励无人住的空厝会当租出去，也佫会当打击投机客。不过，有专家认为效果有限。多数的房子都是呈现轻税，也就是原本是1.2变成1，那1的话那就是降税了嘛。所以你说囤房税吗？没有，它是降税法案。所以政府推了一个降税法案，你觉得对房价有帮助吗？没有帮助。所以这一次呢，政府在打假球。另外，观察全台房租指数呈现一直加悬的趋势。以今年4月来看，房租指数为103.09，一路加悬到8月来到104.16，创下2年来新高。台湾的利率走向还是慢慢的要调高的话，或者是涉及到通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租金的往上调整可能还会连续个10几20个月都可能。学者分析未来租金水位恐惊会随着利率调升，一路连续起袂翻头，真歹干那靠囤房税上路，叫做租金加悬。细数的人的票房恐惊会继续救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立法院2019年通过刑事诉讼法防止脱逃的新制，其爱替代处分新增加靠电子手镣、卡镣。另外，搁编上1个经费成立科技设备监控中心。不过，到今经过2年8个月，却干那监控26个人。来看中国时报。作家李昂在台北坐军，身体无爽快，请3个少年人甲朴爱泽让予伊，煞无人愿意让。李昂刊文要求废除朴爱泽，
按照卫福部表示，拍算要加做坐迫爱做建议对象绑定，不过犹原未废除。来看联合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6年前经办白晓燕命案的时，为南非军官的处理抛出来红鞋仔，昨是专工到洛杉矶飞去旧金山给侯友宜介绍天。手举国旗小览，伫台顶感谢侯友宜。伊是26年前白晓燕案件，侯友宜为南非武官引导冒出来迄个红鞋仔诈欺，即嘛已经26岁，专工为洛杉矶赶去旧金山，感谢伊温情人。侯友宜是真感动，诈欺嘛表态介绍天。I think he cares about the Taiwanese community extremely, and I think that communi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you can see by everything that he's done while he was a police officer, how much he really does care about the community, how much he cleaned up the country, and like that didn't happen without him. So you can't really ignore that. Sure. 侯友宜旧金山交宴超过550个人，伫交保的环境之下入场，大概是大力的烧敬。侯友宜嘛参访旧金山交社，甲国父纪念馆等等，嘛有去圣马利公园，甲孙中山当上致意。不过侯友宜去旧金山的重点是参加2023涉国高科技论坛。伫会中讲，伊若选调了后，台湾未来高科技产业全球布局会对美国减少外靠中国。我们会跟美国的有岸外包的策略是一致的。像我们的台积电，除了到美国、到日本，也到欧洲去了。慢慢的对大陆的生产的制造的生产的依赖就相对的减少。友环外包是拜登政府最近这几年大力推出的政策，甲渗入友好的国家建立供应链对抗中国，慢慢脱离中国。这场论坛包括加州众议员罗达伦、甲地方市议员，还有涉国科技高人拢有参加。若敢会烦恼引起中国的不满，侯友宜强调讲，国家安全甲经济贸易，唔但爱思考效益成本，嘛爱考虑风险。美国行程结束，侯友宜伊无替家己拍分数，强调会为深化台美关系全力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赖清德和民众党郭文哲拢提出长照政策，讲着短暝服务逐个月补助，赖清德话要有关到15000块。郭文哲是讲一个月上济补助3万。若当咧拼连署的郭台铭是提出2030年奥多麦全面电动化政见。2024大选从无到4个月，各党总统参选人拢旁政见牛肉。民进党赖清德2日召开第2场国政关键发表会，聚焦打造健康台湾老龄社会，提出健全健保财务推行3班护病比立法，改善病医即卖的专利平均护病比，解决医疗人力不足问题，高设立8亿甘症生育基金，长照3点控，包括增加大所食服务补助，为逐个月1万到15000，加提悬长照服务涵盖率。我希望借由我的医疗专业，跟医界共同合作，也能够结合台湾社会的力量，打造健康的台湾。要批评目前的长照制度，那就让他批评吧。工作让我来做，我会卷起袖子推长照3.0。同一天，同款医师出身的民众党郭文哲也宣布7大长照政策，同款要增加多数型机构补助，因为规划逐个月上济3万，所以长照支出要扩增到2300亿。佮比较健保模式管理，成立中央长照保险局等内容。目前的长照为什么做不好？很简单，钱不够。所以目标GDP 的1%，如果有2300亿，还是要一个中央的一个机构来处理。我们要成立一个长照保险局。另外，大力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这一天启动联署活动，也不过对目前收集到的联署书份数加进度减半真保密。联署书数字的部分，真的是因为牵涉到保防跟勾稽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公布。不过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公布的。反正我们联署期其实也不长。郭台铭也照着最近政府2星期里面切弹出是按3级政见，讲要补助欠稽查人力、产品力使用 AI 大数据，甲伫各县市设置未按时按时检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台湾的友邦苏瓦蒂尼和马绍尔军队元首，小联说呼吁国际和台湾加入联合国。马绍尔总统阁直接讲，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甲台湾排除，这款解释唔对，应该对历史立瓜查。
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咱国伫非洲唯一的邦交国苏瓦蒂尼国王温苏瓦第3世上台发言，呼吁应该互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无应该甲任何人闹交去。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including Taiwan, is an essential next step if we are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2030 agenda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oo long, the UN bureaucracy has stuck to a wrongful misinterpretation of Resolution 2758 to include any clear engagement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ir vibrant democracy.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recognize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legate this outdated dogma to the walls of history. 友邦马绍尼群岛的总统马替台湾抱不平，讲联合国以年代第2500号决议排除台湾已经是过时的内容，应该带入历史。因为咱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嘛投诉今日美国报批评中国扭曲解读年代第2500号的决议，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因为这个决议内底一概就无讲到台湾，无权甲台湾排除伫国际以外。萧美琴呼吁联合国唔通去互违反统治，应该量早修正对台湾的政策。萧大使的投书只是再一次戳破中国国王新一世的谎言，引述联合国宪章的序言，提醒联合国应铭记自己是由各族人民所统治，而非由威权政权所统治，这就是对联合国的暮鼓晨钟。总统蔡英文嘛，搁一届受到纽约非营利组织的邀请，伫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峰会发表施行演说。蔡总统感谢几啊个领袖，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拢要表达关注台海的情势。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是国际民主社会重要的党派，台湾的和平稳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访问法国，是伊上位了后头一届以国王的身份去法国访问。本地3月就要起，却因为法国发生年金改革的抗议事件，行程才延半冬。另外，因为英国脱离欧盟，地区两国的关系是真紧张，这届访问才有机会会当修补关系。原本3月底就要前往法国访问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因为法国迄当时爆发年金改革的示威甲罢工，总算伫20踏上法国领土，开启3天的国事访问。法国除了以军队迎接，也伫凡尔赛宫以奢华晚宴款待这位英国君主。这是查尔斯3世登基了后头一摆以国王的身份访问法国。英国脱欧和英法关系目前紧张，查尔斯3世出行，也让两国有机会展现我120年前签署的英法协约有关稳健存在。En l'honneur de votre Majesté, de Sa Majesté la Reine Camilla ainsi que de votre famille, je le lève en l'honneur du Royaume-Uni, de l'entente cordiale qui unit dans une alliance indéfectible nos deux peuples frères. Vive le Royaume-Uni de Grande-Bretagne et d'Irlande du Nord. Vive l'amitié franco-britannique. 查尔斯3世真爱追随母亲的脚步，所以也对母亲伊丽莎白2世同款，会当讲认同的发言。Je ne saurais vous dire à quel point mon épouse et moi-même sommes ravis d'être parmi vous ce soir, au terme de la première journée de notre première visite d'État en France. Et combien nous sommes touchés par le magnifique accueil qui nous a été réservé. 出席晚宴的其他人客也包括英国摇滚团体人物米克杰格、英国演员休格兰、甲法国奢华精品好野人阿尔诺。有评论员讲，马克宏一直去靠查尔斯3世肩胛头，马克宏的夫人比之也真卡米拉。这伫已经过新女王伊丽莎白2世时期是无法度想的，也毋过法国甲英国当拄着通膨高峰，双方奢华的晚宴是遭到两国民众批评是特权的代表。查尔斯3世所落来会访问巴黎圣母院，了解圣母院修复工作，也前往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参观一个有机泡汤园。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美国福斯公司甲新闻集团的董事长92岁梅多，伊宣布要落任，不过伊强调家己的身体健康，这两间公司运作嘛无问题。未来伊会成做英务董事长，交予大汉后生掌权来看这两个集团。
92岁媒体大头家美图日伊发声明表示，要辞去福斯公司甲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位，和下卡集团员工会当中也讲到是时阵挑战无共款角色，也强调有一个才华真好的团队。His son Lachlan is 52. Rupert took over from his father when he was 22. But Lachlan has been the CEO of Fox for since 2019, so at least 3-4 years now. And this is really just Lachlan taking the mantle and saying, now it's time, it's his company only. 美图大汉后生拉克兰会加做福斯公司甲新闻集团会议董事长，美图未来会做这两间公司的联席董事长。美图伫1954年继承老爸伫澳洲一间小型连锁报业，然后开始筹备国内外报社，建立报纸帝国。1985年，伊筹备20世纪福斯公司，第一摆进入电视产业。伫报纸愈来愈落车时代，伫2007年筹备《华尔街日报》高保留新闻集团内底报纸业务。不过，2019年，美图将伊媒体大部分资产用710亿美金卖予迪士尼，只留福斯新闻甲福斯体育。不过，伊将《华尔街日报》的关注范围扩大到货币甲金融领域以外，佫成功建立付费专区，建立新形态报业典范。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中国的乌克兰甲波兰因为俄国出口的问题超袂好势，抓破面。波兰的总理宣布要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不过波兰的总统又搁出来背回，讲去互误解。因的意思是袂送新的武器，若欧美提供的，或者是波兰目前在用的武器，会遵照协议提供予乌克兰。因为各部出口问题的分歧是愈来愈严重，乌俄战争一开始就是乌克兰坚定盟友的波兰，最近是宣布停止军援，会专心伫自身的国防。原因恐惊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伫联合国争议性的发言，伊讲有一寡国家只是假在支持乌克兰，敢若就是咧讲遐个对乌克兰采取购物禁令的中东欧国家。另外一寡欧洲农业部门的官员是替乌克兰在讲话。Ukraine is under the aggressive attack by Russia, and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here we have to se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support all these solidarity lanes, and also support the possibility for Ukraine to export its grain. 乌克兰红叫做是欧洲的牛仓，但伫开战了后，索罗西亚甲乌海的航道封起来，即马敢若会当透过陆地运输去欧盟。中东欧的农民认为讲，这就是造成当地粮价大落的原因。顶礼拜欧盟宣布取消波兰在国的进口禁令，是引起抗议，而且家己抵制乌克兰的谷物进口。波兰总统阁警告讲，若乌克兰甲谷物的争端升级，无排除阁抵制更较侪产品。上时欧盟代表20伫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呼吁中国帮助来结束乌俄战争。之前中国已经真侪摆伫联合国谴责罗西亚行动的投票内面弃权，经着先解决罗西亚对北约动态安全观测。You have warned Russia against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we welcome this. And now we are asking you, let's go further. Let's join forces to persuade Russia to end this criminal war that's hurting so many. 另外一方面，股神巴菲特因囝霍华德公开警告讲，未来几年西方公众对乌克兰事务的关心会愈来愈深。点出真侪美国总统的参选人对政府大量金援乌克兰表达质疑，恐惊会影响美国未来对乌的政策。霍华德嘛讲，家己打算要带头来强化对乌的支援，伊的基金会甲大已经捐予乌克兰几百万美金。公司新闻纽眼编译。战火无情，乌克兰唔但需要军事援助，嘛爱医疗协助。因为战争，乌克兰是更较需要医疗设施来救治战争当中受伤的战士。今仔日行至世界边界，俄乌战争系列报道，台语台采访团队带乡亲来到波兰，看欧盟是安怎动员提供乌克兰医疗服务。记者即马伫咧波兰东南边一个工业社区热苏，这是一个紧急医疗后送中心。真侪乌克兰民众伫战争了后，若有紧急的需要，地方送来遮做处理，搁进一步去欧洲各国做治疗。一个临时病房，放精密的医疗器材，
2022年9月7日开始运作的亚尚卡医疗后送中心，到达已经提供上千的乌克兰的军民医疗服务。On duty, we do have 1 doctor, 2 nurses, 2 paramedics, interpreter from Ukrainian and Polish language. We have psychologists, we have pharmacists, we have logisticians, and we do have ambulance drivers. 因为罗西亚无差别的轰炸，真侪乌克兰的病院受到损伤，对紧急需要医疗资源，亲像是因为战争受伤的人、癌症甲慢性病患者，无法度即时提供救援。亚尚卡医疗后送中心，都是后边专门为乌克兰规划医疗后送计划一部分。And also we focus on providing medical care for people who are evacuated from Ukraine. Because the Ukrainian medical system is under siege, is having a major problems in terms of providing supplies and proper care for the patients. 病人若是有医疗的需要，首先会由病院向乌克兰卫生部提出需求，但后面紧急协调中心 ERCC 收到乌克兰卫生部的申请了后，后面各国就会开始安排后续治疗患者的工作。For example, Belgium, Norway, Germany, Netherlands, or Poland can respond that, okay, we can provide treatment for this group of patients. And message is going back through the Brussels to Ukraine. 医疗救援就亲像甲时间地的走表，伫机构之间协调的工作就真重要。加在有国际之间力量的支持，互伫战火之下乌克兰人会当得到照顾。透过医疗人员伫24点钟到48点钟的照顾，病人会当得到好的照顾和心理的支持。伫一般的战争内底，看到人性的温暖。记者吴定宇、林建如波兰采访报道。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刺激教的头人伫加拿大去互枪杀，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指控印度的政府涉案，引起两国的外交对决。加拿大讲要减少派驻的外交官，那印度嘛宣布要停止发签证予加拿大百姓。来看美国联邦参议院投票通过，予空军的参谋长来做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长，因为伊捌做过空军司令，有对抗中国的空中战略经验，会当帮助美国应对中国挑战。来看韩国有老师予家长霸凌行底路，国会表决通过相关4部法规的修正案，保障教师权。包括袂当讲老师的指导是虐待，嘛规定家长袂使侵害老师的人权。来看新德市和平路有一搭工地，海边啊车路下开水来水管加加输管外泄，造成地站嘛有小可落落去。新德市政府已经下令承造人爱随停工，但基地改善完成，经过工地检查小组会勘无问题，才会当继续施工。是昨天的这个半夜就造成这个水管破裂的这个情形，但自来水公司一早来抢修之后呢，今天的下午又造成了另外一个坑洞，所以到底是不是单纯的水管破裂，其实还有待的查证。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建案，那现在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住家的附近，大家人心惶惶嘛。市府表示，现场的工地有照规定采漆仔甲挡水壁，工法无问题。不过，敢若是因为基地内底挖开了后，造成外口车路下开土坝刷规，害这水来水管线破去，甲土坝拢抢走，地站才会落落去。市府都发出依照建筑法下令停工，针对起造人、承造人、监造人，拢会罚3万块。接落来看款继续处分。那进前德鲁古事故的列车有幸发现死者的骨头。宜兰地检署最近嘛重新检查2018年并车的普悠玛事故的列车，煞嘛发现一寡有骨仔，目前已经送去鉴定啊。加上嘛批评政府咧处理这寡代志拢无咧用心。宜兰地检署顶礼拜2届起2018年排练的普悠玛事故列车的车厢，头一届起发现一个牌仔，皇帝伫个严重变形的椅子下骹。第二届经过代替专职清理小组，甲车厢内底的沙、甲石米清掉了后，有发现13块幼骨仔，敢若像一起喙齿。那本署当日就请警方立即送到刑事警察局来做检验，看是不是属于人体的简体，或者是不是属于普悠玛号列车事故的那个罹难者的遗骸。
在找到的物件，敢是普悠玛事故罹难者的，也要鉴定。这件发生在宜兰普悠玛排练的事件，造成18人死亡，215个人受伤，到达已经5年啊。家属的代表也是无法度接受，因为因过去捌要求重新查验事故的车厢，不过拢无得到回应。即马煞发现可能是因亲人的骨头。批评代志发生的时阵，因处理的方式太过龌龊，还要再跟他周旋啦。当初讲的发生事情，你们讲的一套套，什么都是以家属说的为准，事后全部不认账。代替发书面的回应，针对普悠玛甲德鲁古事故的列车，最近已经完成勘验甲全面的清理，也若遗留物的部分，六处3支车厝，普悠玛事故的车厢有35件，408车厝，德鲁古事故的车厢有170件。代替已经伫官方网站公告招领，针对普悠玛列车找到疑似部分的危害，代替讲涉及侦查无公开，鉴定了后，若确定是罹难者的，会由地检署通知家属，代替嘛协助办理后续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作家李昂伫咧面册写讲，少年学生坐迫害者唔让位，佮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爱出面回应。这几天因为迫害者问题引起族群对立，这社会敢有需要迫害者呢？是引起讨论。说迫害者是依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卫福部表示，有拍算要放领迫害者的对象，不过是无考虑要取消迫害者。列车一站，民众排队上车，台北捷运人是真多。有名的作家李昂20暗时发文讲，伊坐捷运的时阵，拄到少年人无愿意让位的状况，甚至是点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爱明定迫害者的使用方式。文章出来了后，嘛，互大家讨论得真热。我觉得是少数，台湾的年轻人应该也都是很自律。年轻人有他的难处，每个人都有难处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要说清楚。会有一些老人家会觉得这是他们专属的，不能让其他年轻人做。一个民众认为讲迫害者不是色无共，你也真正认为伊无共。嘛有人认为讲，有当时少年人的身体嘛会无爽快，安尼一直去逼伊让位刚好，会造成少年人就算身体无爽快嘛会忍落来，唔敢去坐迫害者。废除的话，也不用特别解释自己到底哪里不舒服啊，对啊。就其实会让的就是会让，不会让的就是不会让。色不色倒是没重要，但是公众的心在你的心里面，你应该要有这个意念，愿意去帮助人家。其实迫害者是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第3项的规定去设的。主管机关卫福部讲，身障权法修正案的草案已经研议要放宽建议去责对象，但是未取消迫害者。台北市府希望大家互相尊重。北捷也有一句标语啊，叫做 #，也许他有需要，只是你不知道。我想彼此尊重、相互体谅、彼此沟通，这是台北捷运文化的重要成分。迫害者无让位目前是无法通发，一直拢是宣导的方式，鼓励可抗。台北捷运呼吁所有的旅客发挥同理心，甲为让予有需要的人，不管是大人、有心的人、身心障碍者，还是身体无爽快的旅客，若有需要嘛会当到政务柜台去领迫害大纸，无需要任何证明文件，拢会当免费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对男女朋友，顶礼拜伫南华市场一间餐厅食饭，却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形。这2个人送急诊住院，诊断是感染性的胃肠炎。落尾卫生局到现场采检食材，确定是鸡卵验出酸蚊氏杆菌。目前是要求店头家停业3天，来厘清看是餐厅还是鸡卵出问题。南华市场这间料理店，则是有卫生局人员来采检，因为在伊迄天暗时有一对男女朋友来这间店用餐，隔顿工2人开始吐码30摆，甚至断伊治疗。上严重是连放尿拢无法度。当事者事后伫线顶铺文讲，因迄当时食的沙西米顶面的污点，迄令人有奇怪味，所以才认为是这间店造成的食物中毒。每5分钟就去厕所1次，然后而且我都是绿色的水鞋。直到我出院之后，才慢慢的就是变成正常的状态这样。实际上，店家无正式停业，因为卫生局在是迄天到现场采检12项食材，头家就停业4天。
2在下晡确定机能有检出专门性怪菌，甲民众身躯采检细菌是同款，佮要求店家佮停业3天。滑蛋虾仁饭检出沙门氏杆菌，且1月17日采集人体1件检体，检出沙门氏杆菌。作业的这个流程，这个商品就是已经10几20年了，那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爆出食物中毒的案件，业者出面表示，这间店经营10几档，是第一摆拄到这款状况。佮加上最近台湾机能有问题，目前确定感染的源头是机能，因会等卫生局佮厂商后续检验。目前2位当事人嘛已经出院。业者表示，虽望也未接到对方的电话，毋过因一定会负责。记者张一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有一寡派心馆业者用外国茶米加做台湾茶咧卖，等于是甲1斤100越南茶加做台湾1斤1000块的关山茶咧卖。高检署甲农业部等等的单位合作，透过科学分析，找出茶米的原产地，就算是2种蓝做伙，嘛会当分出来。找茶行店面，警员上门查緝，查考龟头块茶米。里面有其他国家的产品。台北市这间店讲是卖台湾乌龙茶，有品行后发现用越南茶来染。南投也有茶农将3000克乌龙茶染越南茶，参加农会比赛，得到2类会肯定，过来环培专卖。即马台茶染境外茶，案例愈来愈多，警方跨界合作，打击可疑茶米。检察官在1月11号到1月17号有查获7家，在8月14跟8月18展开强力的侦查行动，查获8家。敢若今年两波专案行动，短短几工就查获15件违法业者，各较有人不法获利超过6200万。看准国产茶价销好，每台斤会当卖上千，比越南茶行情价只有150，就用境外茶来染，专卖赚薄利。那这些样品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台湾茶，一个是境外茶，可是你可以从外观里面，你完全没办法看得出来。为外观来看，两项真歹分辨。虽然上细豆豆啊啉，台湾茶口感较幼稚柔顺会回甘，境外茶较无利口，买闻会可惜。也毋过即件一般人用看的、用片的、用啉的，拢较袂当发现伊的差别。所以茶叶吸收这些元素之后呢，它会反映出它的生长区域的地点在哪里。因此，我们就建立这个元素的分析方法，来用资料库来区别它是境外茶或是境内茶。透过科学分析，以土壤造成无同，找出茶米原产地，唔通过互境外茶乌白蓝，造成茶农权益受损，消费者开大钱也无过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旧嘉角特别甲在地剧团合作，利用嘉角的房景设计剧情，甲线索推出体验活动。参加民众讲会当体验坐家的感觉真特别。进去。找到你的号码，你的房间号码，在门前抱头蹲下。嘉角的管理人员带人入去嘉角的房舍了后，来体验坐家的民众，只会当伫1-2平大的空间内底活动。房舍内底嘛有一寡特别的安排甲设计，要互你来体验的人感受真正坐家的感觉。一开始我感觉足恐怖的，因为家己一个人在内底，啊，佫有迄拉蒂欧嘛。会讲话，我感觉超恐怖的。是你要入狱，会穿牢服，然后也会有戒护员带着大家进去体验。但其实进到牢房里面的整个的布置都在谈跟你内心有关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设定为心牢。设计这个活动的台湾电影学校讲，透过嘉角房舍这下的所在，除了身体坐家，每一个人的心中嘛有心牢，心肝底总有一寡心内事，也是艰苦的所在。所以房舍内底嘛有设计一寡物件。后来参加过的人，透过文艺互相交流、互相安慰。从里面，然后看到很多人的问题，然后也有一些是自己可能也有过的问题，然后里面也有大家的解答，然后就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没有见到面的一个状况下，用彼此的文字，然后你觉得说好像别人也在给你力量，你也可以给别人力量的这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被 touch 到、也被接住的那种。不会觉得说自己的烦恼好像就是一个人陷在里面而已。1919年起的嘉义旧嘉角，2011年9月正式甲政博物馆开放参观。为着要改变民众对嘉角的印象，地方创新团体透过活动活化嘉角，或者加做嘉义在地才有的文化特色。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1938年日本时代，这有起一个报道新社，当时参拜道边仔石顶条，高搭阁有2地伫民众的徛街头前。文书学者是希望新社的文物要收集起来，由政府成立文书馆来保存。这有13年有无？4月。这支石条顶悬刻昭和13年4月建制的字，边仔还有迄当阵管的人的名。这款住伫中华宝岛，因兜门口就放这2块日本时代当地新社的石顶条，互过路人休困通坐。我10外岁，我有够力，光这简单，一坑嘛，啊铁机啊弄落个更下倒啊。问我这个严格，啊要加买我无买啊，咁要加买等做古董啊对吧？到我无啊，我讲啊，就防坐你管你，你买唔挣钱嘛。有纪念价值，搁较侪钱嘛袂卖。原来85年前，宝岛新社起好，后来去国民政府拆掉。参拜道顶悬的鸟机无去，2边边仔的石顶条，毋是就地抬起来，就是等现杀。其中2地去这款搬转去，其他的包括一般会放伫新社2边边仔，亲像石狮的狗仔，还佫有神马等等的文物，嘛拢四散去。学者认为政府应该甲收集起来，伫迄当阵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就是宝岛成立文书馆。那当时呢，因为缺乏这个文物保存的观念了哈，所以说呢，一些石灯的配置哈，就任由这个民众去捡拾。我们希望政府单位呢，能够这个收集呢哈，清代跟日治时期它所流散的一些文物，然后在地方上呢成立一个北斗文史馆啊，作为一个展示之用这样子。因过宝岛新社徛的所在，都是现处时宝岛家乡的住址。永年拜拜的大殿已经无伫哩啊，不过在地老一辈看到这款因兜的石顶条，拢感觉真亲切。迄人外地人嘛，因为安尼对当地文史真有兴趣，嘛透过这个机会了解宝岛日本时代下底8个乡镇，迄当阵辉煌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邮政新股成立35周年，经过自2019年火疫和3冬的新冠疫情，互因开始反省英国无公世事的艺术表演。因希望为表演去思考真正的冷暖。这届就把经典作品重新改编，要收集观众的故事，加入表演当中。邮政新股成立35周年，今年要推出经典作历古五式的改编版，要透过歌声和集体艺术探讨老子和宗主对生死、人情世事的智慧和道理。其中就包括太平典史、宝典解牛、漳州梦蝶等等6段经典特色。创办人刘玉武表示，这个作品自2017年首演以来，中间经过2019年的火灾和3年的新冠疫情，互因开始反省英国无公世事的表演形态，毋忘对表演当中去思考人情冷暖。创办人讲，这个上重要的改变，除了表演者会开嘴讲家己的梦，也要收集观众的故事来加入表演。除了团圆之外，更想听到来看的观众们，你们的这个内在的那个跟老子、庄子一样的那个蝴蝶在哪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位这样子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上台跟悠人一起说他内在的那个蝴蝶梦是什么。另外，今年的演出也特别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真高拍太极拳的选手田开心参与。伊讲，这和伊英国参加比赛感觉非常无共款，要安怎把这项运动跟艺术和谐结合做伙是上困难的。好像比赛中你打拳就是看你的技术有多好，可是我们做艺术的时候，我们是想说出、探讨一个内心的话题，怎么在那个太极的这个动作上面重新找到了一种新鲜感。一种你看起来又像舞蹈又不是舞蹈，又像太极又不像太极。太极的训练要平衡精气神和身体力量，才会当有和谐的展现。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当中，邮政新股也希望透过因的表演，会当让观众静下来去思考侪人生的课题。表演按9月2日开始，计共有7日，要招观众做伙来参与。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 AI 人工智慧机器人，毋若斗做工课做员工，即马竟然做到波兰一间酒厂执行长的大位。规年烫天拢毋免休假，会当利用科技演算法，真紧就甲公司斗找到适合的人客甲合作厂商。而且 AI 拢是根据数据的分析，较袂受到个人的想法影响，
会甲公司的利益摆点上头前。Hello, I'm Mika, the world's first experimental AI CEO at Dictador. It's great to connect with you. 这个老长头总嘛真是行的女性，就是欧洲有名下国但务主抢的 AI 执行长，嘛是全球第一个做企业 CEO 的机器人。伊原本是负责替公司找出有可能的高端客户，即嘛任务搁扩大啊，包括替主管找适合的设计师。M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lies on extensive data analysis and aligning with the company's strategic objectives. It's devoid of personal bias, ensuring unbiased and strategic choices that prioritize the organization's best interests. 有 ChatGPT 生成式语言能力的米卡是香港科技公司的作品，伊常常伫会议顶悬发表意见，定方学到。There's a great advantage of having a robot CEO AI that can provide you additional features to the company and give you an advantage in this very competitive world. 米卡虽然对公司的决策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但酒厂的总裁并未烦恼讲会互机器人取代，因为请人才人事的权力，共款伫咧真人主管的手头。这个加创新的头家讲，只要用了好 ，AI 科技就会变作人类上好的帮手。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年头一阵东北风较微，为今仔日开始，北台湾的温度会略略下降。伫大台北、东北部嘛会较会落雨，预估这款天气会维持到后礼拜。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